通讯。好，有看到哈，有看到就好了哈，不好意思，因为影片没办法播放哈，就是后学想要分享的那个故事，就是一个泰国的老师哈，他因为妈妈失智了，然后他就带着妈妈到学校去。然后学校去，那有一天妈妈在上课的时候忽然走出去了，然后见了那学校的同学们啊，师生都一起帮他，就是寻找他的妈妈。他本来呢，各个学校的那个家长因为妈妈的关系，他们都不同意这个老师在学校教孩子们那读书，因为家长就会怕，因为他要照顾他妈妈，而影响他教孩子们学习这样子。然后有一次的妈妈就走失了，然后学生看到老师的妈妈这样子师母走失了，然后就一起去寻找，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把妈妈找回来了啊，因为他这个老师呢，他就说学校的校长本来他说你请一个帮他照顾妈妈，他说妈妈要自己照顾，不能由别人照顾，怕别人呢没办法像他那样子认真的照顾好妈妈，所以他这个校情呢感动了全校的师生，包括他的那个学生的家长然后也带动了整个学校那种校庆的风行让这个校呢那个在学校里面呢发扬出去。所以说呢，校呢它是由自己校呢，它是由自己亲自的去照顾父母亲这种孝亲，这是一世亲自己亲自的照顾着父母亲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好，那忠于事经就是要对君王呢，他也是一个能够孝顺父母的人，他必定对国家他也是一个忠诚一个对国家也是一个忠诚的人他忠于立身行道就是最后呢，就是能够立身行道那先佛有跟我们讲，恪尽一子之孝，即能治一家之孝。在家中为孝子，必定对国家社会尽责，是不是？如果我们能够尽一子之孝，然后在家中治一家之孝，一子之孝自己就是能够孝顺父母啦，那一家之孝就是家里人也一起的能够一起的尽孝，在家中呢为孝子呢，必然对国家也是能够尽责的。那孝顺人生，孝顺子呢？个孝顺的人呢，必定能有孝顺的后代孝顺的后代。陶渊明先生讲说孝顺人孝顺儿子孝点点滴滴看瞻前。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孝顺，那我们的孩子呢一样也能够孝顺，就是一代一代看下一代看前面的那一代呢，点点滴滴就看奸臣。我们能够孝顺我们的孩子，一样能够孝顺我们，意思就是这样子。那先佛呢，上苍闻之孝亲贤，天师福禄孝子德。那上苍就是说圣贤先佛呢，他们知道能够对父母亲能够孝顺，能够那一定上天也会赐福禄给这些孝子。
那信呢？无孝乃天之经，地之义。伦理纲常，首重夫孝哈。千经万典，尤以孝悌为先。当师父母，补益栽培，虽干救师之恩，不忍心孩子饥寒之心哈。就是说哈，不孝，这是我们孝敬父母呢，乃是天经地义之事哈。纲常伦理呢，伦理纲常这些呢，最重要的，首先最重要的哈，百善孝为先嘛哈，最重要的是孝。那千经万典呢，圣贤留下来的千经万典呢，都是以孝为优先，以孝悌为优先，然后，那我们要孝悌父母呢，要是父母呢，就是从小把我们抚育栽培我们，养育我们的是很好。若不是父母养育我们，哪有我们今天的我们？那父母呢，推干救师之恩呢？父母呢，10月怀胎啊，母亲呢10月怀胎，又怕我们湿了，都是让自己的把湿的位置自己睡，然后让我们睡干的地方呢，不忍心让我们饿的，让我们冷的那种心情呢。父母亲的心情呢，我们要时常怀有感恩的心。那官羊呢有跪乳之恩，乌鸦有反哺之意哈。人生于天地之中，万物之长的哈，应知孝亲，顺亲之志哈，承亲。顺亲之义，承亲之志，显亲之名。那我们看看这一羊都懂羊呢都有跪乳之恩，羊要吃乳都要跪下来，然后感恩父母然后给他们吃。乌鸦呢也有反哺之意，乌鸦也懂得要懂得老了要养回来反哺妈妈那种意。那我们呢是天地之中的我们是人呢，我们是天地之中的灵长万物之长我们更应该懂得孝亲。那顺亲之意，那这边后写要分享一个有一个建筑公司的老板他妈妈他是一个单亲的家庭，妈妈呢但他小时就是以卖菜为生，在菜市场上卖菜然后呢就是靠卖菜，然后来把他养大，供他读书。然后他现在呢，他这建筑公司，他是一个老板，他赚了很多钱那有一天呢，他的朋友就说：“你现在很多钱了，那你怎么还让你的妈妈在菜市场卖菜？”然后他就说：“虽然我很多钱，我很多钱没错，但是呢，妈妈呢，她喜欢做她的事情。如果你不让她去做，你让她在家里，这样子，然后她又不开心，她也不知道她要做什么，然后就让她去菜市场，让她可以当菜市场那些旁边的人她有说有笑，整天开开心心的这样子她也就是顺了她妈妈的这种意，让她妈妈开心就好了。只要妈妈开心，她做什么都可以，这就是顺亲之意。那承亲之志呢？大家都知道曾子养志嘛。曾子在有一次曾子呢上山砍柴那他突然间呢，他家里呢来了有一个朋友来他家呢，那妈妈呢发现就在家里东找找西找找，找不到东西来招待他的朋友，那怎么办呢？妈妈就很着急就咬破那个纸，然后他想说曾子他非常孝顺，然后就
一定能够感受到，他这样子，然后就咬破手指。贞子因为母子连心嘛，然后贞子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就会感受到了，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心脏突然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就赶快下山来，原来是妈妈因为没有东西招待客人，然后就咬破手指，然后就说他这样子可以感受得到。你看说明这种孝敬当母子连心贞子这种孝敬所以非常的伟大，能够感受得到妈妈那种那个疼痛。那显亲之志，那就窦燕山显亲之名而且就会讲到窦燕山，大家有听到在《三字经》里面有听到窦燕山的窦燕山有一方嘛，教五子名寄养，大家都听到。窦燕山呢，其实他以前呢，他父亲呢，他就是他们做生意，然后他就是非常一个扣扣的人，就是大斗进小丑出，人家买什么他就短斤缺两然后有一次他爸爸过世嘛，然后就托梦给他，然后就说你要多陪的行功立德，因为他到了30几岁，他还没有孩子，那没办法，就要行功立德，然后多帮助穷人，这样子才能够改变他的命运然后他就因为爸爸托梦给他，然后他第二天就开始就小斗进大斗出，不管人家什么，还要多帮助穷人，修桥造路，反正能够做的善事他都尽量去做。结果他后来呢生了5个孩子，5个孩子呢都考中进士呢，然后都做了官。所以说窦燕山呢叫五子有一方名寄养，这个就是显亲之名所以窦燕山这个是流传到这现在三字经里面就记载的这个就流传到现在。先佛有告诉我们，若无父母栽培抚育，追甘救失之恩，焉能有我们那小羔羊之乳情，人岂能反倒效推脱。所以说呢我们要时时呢感念父母栽培之恩，推甘救失之恩没有父母哪有我们这些先佛都一直不断的要告诉我们孝道的重要。那第二呢，虽父母有过呢，但是见而不立见而不立婉容于色，劳人无厌，勿有老弱愁烦之态下气于身，拮据之力之奉区以得欢心为本，冬温夏清，晨分地省，虽为属水，居损之养，如胜于清末之追牛之计也。就是说父母虽然父母有过但是我们呢要确实也要有过我们也要和颜悦色也要柔声细语的去劝谏。即使父母呢他们呢不肯接受我们，不肯听从我们的劝谏我们仍然要恭恭敬敬，要恭顺，切不可以忤逆去顶撞那后学呢就在这里要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在20年，这是一个真人真事在20年前呢，他就有一个林老太太呢，她的媳妇呢2年多来都是用一只破碗来给她剩饭剩菜给她吃而且呢给她下饭的菜呢，它都是那些萝卜干那些酱瓜那些酱菜之类的东西也不许呢他上桌去吃饭呢，所以到用餐的时候呢，他只能在他的房间里吃然后去舀他那些酱瓜萝卜干这样子然后呢吃完饭呢又自己要去洗碗，到厨房去洗碗呢。那有一天呢，这个他的孙女这个小老太太的孙女就跟他的
那个媳妇跟他妈妈说，哎，妈妈，奶奶眼睛看不到了，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帮她洗碗呢？那碗破了，那怎么不帮她换一只呢？那妈妈就说，哎，小孩子你懂什么？已经70多岁了，他眼睛就瞎了，在家里没吃闲饭，已经够我烦了，我还要帮他洗碗。那我媳妇呢，当然越说越大声呢，有那一只碗吃就好了，为什么呢？还要帮他换？他看不见，如果碗摔破了又要再买一个，钱不是很好赚的嘞。那这个太太呢，他已经听惯了媳妇这样子这样子他就是冷言冷语然后但是呢，他就心里还是很不舒服呢，都流眼泪了。那小孙女呢，她虽然看不惯妈妈这样子对奶奶这样子不好的态度，可是呢，她也不敢说因为呢，母亲呢在家里就是连爸爸都很怕她的那一种。那这个老太太呢，洗碗就回房间里去了。那这个小孙女呢，就也走进来，就说：“哎，奶奶，你会不会恨我妈妈呀？”那这个老太太就说：“奶奶已经老了啦，有口饭吃就好了，就很满足了，不会恨你妈妈了。这么多年来已经习惯了你妈妈那种那种态度了。”那虽然话这么说但是林老太太还是叹了口气。其实呢，这个林老太太呢，她以前呢是一间公司的老板娘呢。那儿媳妇呢，她只是公司的会计，因为跟她儿子就类似一起，然后就嫁到他们家嘛那这个那就在2年前呢，因为林老先生这个林太太的先生呢，就突然间脑溢血过世了那儿子呢就成了这个间公司的老板，然后那儿媳妇呢，那个那这个老太太呢，因为先生过世后不久，因为伤心嘛，然后就整天哭，眼睛也瞎掉了嘛，眼睛就瞎掉了。那这个媳妇呢，就变得越来越刻薄，因为变得越来越不孝，因为她眼睛看不到了，她就变成越来越不孝，想家里多了一个又瞎眼又要照顾的人，就更加生气，然后就觉得这个老太太她是累赘那这个老太太呢，她没办法了，她就因为眼睛看不到呢，只能在那边就要那个这样子受她儿媳妇这样子的虐待那就那个婆媳妇呢，也是用那个破碗，那这2年多就是用那个破碗给她吃饭那有一天呢，这个林老太太的那个大孙子呢，刚好放暑假回来他看见他母亲他就母亲呢看到他回来呢，他就是说又大鱼大肉的煮给他儿子吃嘛，然后一直往儿子的碗子里面放，然后儿子说：“太多了，我吃不下了。”然后就看到奶奶没有出来吃饭，他就说：“不可以请奶奶也一起出来用餐呢？”他妈妈就说：“他眼睛都瞎了看不到，也是在哪里吃都一样啦，他出来这边吃又不方便，他在房间里吃就好了啦。”这样子。可是呢，儿子呢，其实他知道他母亲在心里在想什么，他就暗自决定呢，想要想办法要改变母亲对奶奶这种态度了。那有一天呢，这小孙子呢，就这个大孙子孙子就跟奶奶说奶奶，我们想这样做你照我们说的去做，就跟奶奶先说好然后说好照他们去做，他想改变他们的这种
婆媳之间的关系嘛哈。那小孙子呢也在说哈，老师告诉我们哦，要百善孝为先哦，妈妈哈实在太不应该了，你要答应我们哈，跟我们一起配合。那那个大孙子也说哈，奶奶，你能容忍一个不孝的媳妇，可是我们不能容忍一个不孝婆婆的那个母亲。好，那我们先这样子说好了。那就在一天吃晚餐的时候呢，那个大孙子呢就故意把一根汤匙呢掉在地上。汤匙掉地上就碎了一地了。那林老太太听到这个汤匙掉落的声音，就颤巍巍的从房间里走出来，然后就到客官厅。那媳妇一看到他走出来了，就又大声的叫了起来呢。老太太本来就很怕他媳妇，她一起会叫，然后就整个碗就掉到地上去。好，那砸碎了。这个时候儿媳妇呢就更加的那个生气了，就说你真是越老越如图了，怎么把那个碗摔坏了？你摔坏了碗那你以后你就没有饭吃了，你要吃什么？今晚他就说你就没有饭吃了。那个大孙子呢就故意的对奶奶说奶奶你真是老糊涂了，你把碗摔坏了，那是吃饭的工具嘞。他说难怪我妈妈会生气，要知道嘞这只碗很重要嘞现在你把它摔坏了，那以后呢我妈妈老的时候我要用什么给她剩饭吃呢？从这件事以后呢，那个老太太呢这个媳妇呢就没有再对老太太就那样子就没有再对老太太的态度就改变了然后儿媳就不会再就吆喝说大声的对老太太说话就改变了。从这件事以后就改变了，因为他听到儿子这样子讲就改变了对老太太的态度。所以呢劝谏呢就是要有方法，劝谏的方法要有方法，不能过大声，而且要这方法来讲要脸色要婉容仪色，就是要和颜悦色这种然后就是要竭尽自己的心力分享。冬天呢要让父母亲要感到温暖，夏天呢也要让他们成分要定型所以为浊水之养，浊水积存之养尤胜于清末。就是说我们呢粗茶淡饭呢我们讲快一点时间快到了，尤胜于就是你在世的时候能够粗茶淡饭去奉养父母亲尤胜于比父母亲不在的时候就是沙林来祭祀，还胜过沙林去祭祀他们这样子这我们阿里契尔子路曰三载平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义理子曰属水饮水之尽其失之未孝子路问那个孔子说就三载平，就是说他很贫穷啦，就是生在父母亲在世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可以去赡养父母亲，那死后呢也没办法以那个礼器来来祭拜父母亲那孔子说属水就是说你在生的时候能够用粗茶淡饭，能够冷水只要父母亲高兴就可以了，这样也是孝。好，我们就跳那第四呢，孝顺子弟必明显。那孝顺的人毕竟是一个明理善良之人所以我跟我们讲孝顺的人毕竟是一个明理善良之人。那古有24孝，各积贤名
信忠信，故以后是说真正一个孝顺的人毕竟有一颗仁厚丈厚的心会打从心里关心父母不会让父母担心啦。那除了在家孝顺父母有爱兄弟呢，出门在外呢也是言行举止呢也必定合情合理待人处事呢也是一个能够做到能够让待人处事呢能够恭敬仁善做到能够让父母真正能够让父母放心安心那古时有24孝，各积贤名现代孝真出。那古时候有24孝，大家都应该各积贤名。那现代的孝子女，我们现代的子女有几个能够顾得好父母亲的心，能够照父母亲的心就是说甚至呢不孝呢忤逆父母现在科技呢我非常的昌盛呢，文明之下有甚至有很多的不孝的父母忤逆之事呢事情的案件呢，我们都可以时有可闻了所以呢，我们对于明智的子女要多体会父母的之心呢，要真心诚意的关心父母。想想学生的时代呢，父母亲呢总是让我们专心的读书让我们呢玩乐。我们呢和什么时候关心过父母那种劳累辛苦呢？那长大后呢，成家立业呢，为工作为了小孩子忙碌，那我们更无暇的去照顾我们的父母亲了真的至于看我们的孩子长大成人，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父母亲呢，他们也老了那我们更应该体会呢父母亲的那种年老体衰那种孤独那种寂寞的感觉，不要以养狗来养马那种的心情去侍奉父母亲不要莫待亲不在也不要等父母亲不在的时候，在空烧那些纸钱，那是都没有意思的要父母亲在的时候就要孝顺天地重孝，孝当先。那《论语》也跟我们讲，亲之孝，就是为人养，至于犬马，人所养不敬，何以别乎？这也是上面跟上面先佛跟我们讲的是一样不要跟养狗养马那样子的心情去养父母亲那先佛那我们在想第二句想想孩提时有过亲不怪，今父母有错，你却恨难排。无烟不成家，父子不为在，退一步思量，海阔天空，关系可百变。就是说我们想想小孩子的时候呢，父母亲呢，我不会怪罪我们有过呢，我们父母亲都不会怪罪。今天父母亲有错我们今天父母亲有过我们要原谅父母亲不要有恨然后说俗话说无冤不成家嘛，父子的是无人讲无冤无罪，无欠债，会成一家人无冤无罪不成一家人所以说就是非常我们要退一步思量，才能够海阔天空，能够退一步海阔天空嘛都是关系可以改变嘛，只要心存爱嘛，只要心存感恩，心存爱就是关系可以改变，就是我们要尽孝道一个孝字能够全家安嘛，就是关系就可以改变那先佛有跟我们讲，真心对待礼义廉物，无为而为道真章四老犹如家一宝，老来同心乐供养这些先佛句句都是在教我们要如何尽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要真心的去供养让父母亲像讨孩子一样那样子快快乐乐的那最后呢，我们
佛布施恩师跟我们说哈，万圣之门以孝为基哈，古圣贤者哈，以孝为宗，孔圣之教以孝为本，伦理纲常伦理以孝为始，邪佛之能呢以孝为先，千经万典以孝为戒，这些都是在讲这个孝哈，百善孝为先，所以说呢，不管什么都是在讲孝，所以我们要存心养性的修身齐家齐利利人齐达人，都是要以孝为开始。孝心呢即佛心，孝行即佛行，实乃千古之至今，亘古不变之金科毅力。对，就是我们说我们不是有一个道成天上名流，人间哈尔这一次说后，就是突然间打击了，不好意思，人道成哈，天道至诚嘛，这些都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结果为什么我们就是要先孝道，先佛记讲的都是孝为修行，所以我们呢，要把这个孝道推广出去让我们社会人人都能够尽孝那才能把孝传扬出去。这也是先百孝经流传下来的意义。那后学最后呢，也祝各位前贤呢圣凡如意，法喜充满后学因为古圣先贤圣贤佛的那个圣训意识后学才疏学浅对圣性学习的不够也请诸位看点安师还有各位前贤慈悲后学今天晚上就学习到这里，感恩。感谢李江讲师呢为我们分享百孝经他今天讲天地众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孝顺能生孝顺子，孝顺子弟必明显当然在不管是有没有修行不管有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孝是我们做人的最根本的第一件事嘛因为孝呢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是与天相通的要道嘛，所以为什么古时候的24孝它能不要暂停暂停我的那个因为古时候的24孝，我们说古时候为什么有24孝24孝在跟我们讲的是孝能感动天地嘛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对于孝有时候不太注重，所以呢我们要移风易俗，就是要靠百孝经来恢复我们做人的最根本的道理嘛。所以为什么要伦理在讲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那个本呢都已经快要失去掉了所以在这个21世纪的社会里面，我们虽然有看到孝的行为，但是我们都很赞叹，我们都很去表扬，但是真正落实在我们的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真的去尽孝当然尽孝在尽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听到讲师跟我们讲的嘛孝始于事亲嘛，忠于事亲嘛，忠于立身行
行大孝的话，真的要在立身行道上下功夫。我们真正的有落实在立身行道当中吗？我们真正的有在行大孝吗？这就是要我们去学习的，我们去考量的一个项目，还是一个对象。所以今天，因为我们时常在说，天上呢没有功德的仙火嘛，人间没有不忠不孝的神明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我们修行当中，一定对这个孝字呢，一定要特别的注重，不然以前呢，我时常有听这样一个故事啊，说呢，实际的工作人员呢，他很热心，要去帮助别人的独居老人啊，什么独居老人啊，还是有病痛的患人啊，他去帮助人家洗澡啦，做义工，但是自己家里的婆婆还是什么呢，他就不管了，这样是在行孝吗？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把自己的本分做好的话，我们要如何再去推广，这样就是有一点本末倒置的味道。所以呢，刚才讲师说了，人到尽了，尽的是说你人都有尽啊，有去尽你的本分啊，那安尼天道就尽了，天道就离我们不远了。所以一切呢都在跟我们说，一定要在立身行道的过程当中呢，要用功夫。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或许就不再多讲了。好，感谢各位先贤的一起护持今天明德班就到此结束。好，大众全体的一起闭班，向无极那母行三鞠躬礼，全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人师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感谢点人师慈悲鞠躬，感谢讲师慈悲鞠躬。好，大家晚安。